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初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新增加152个大病入境的案例，还有87个本土病例，这两个数字拢是今年上悬。伫本土病例内底，家人小食店的群聚案上严重，佮炭户22个人。若树林科技厂有加13例，大潭电厂加10例，连金门即马拢出现头一个本土病例。到底咱是爱消灭病毒清零，也是甲病毒共存？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未来凡事是爱甲病毒共存，也毋过目前未放弃清零。国内新冠疫情各出现警讯，31礼拜四新增加87例，创下今年以来新冠。以家人、卡拉 OK 店、产生警察规定小话，新增加22例上济，累计91例。国内是新北树林某科技厂规定小话，新增加13例；中和某一个公寓社区规定小话，新增加7例；三重埔业务员新增加1例；永和家庭管理员规定小话新增加1例；桃园舞蹈老师规定小话新增加4例；大潭电厂规定小话新增加10例；台中喜道规定小话新增加9例，台中美南家庭小话新增加4例，若是台湾银行有新的负责人相关新增加3例。台北市上山区家庭规定小话新增加1例，另外12例感染源爱搁查，包括三甲朋友规定小话2例，花莲主治急诊护理师1例，新北万里1例，也甲8例新通报案例还搁咧疫调。上一次的境外移入的最高是124，是那本土的最高是83，好，那今天都是。双都进来，里面比较高的哈，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为了控制疫情，家人要实施类普胎，但是中讲，家人市政府也搁咧规划实施细节。外界质疑是安怎？去年艋舺疫情规个摊开无做普胎，但是中解释主要是去年快胎的准确度敢若7成，即马家用快胎准确度会当达到9成。若是家人试办成功，未来区域要防止摊开，就会当用这种的方式。因为本土疫情伫全台湾11县市摊开，还有19条传播链感染源爱搁查。另外，最新的病毒定数也公布，大潭电厂规定小话病毒基因定数是 BA.2.3， 中和某一个公寓社区规定小话，也甲台南美南家庭规定小话定数结果，甲新北设计师是同一个数列，所以算作是同一个传播链。若是谁为何送爱搁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花莲的疫情嘛咧扩大。主治大学伫透早是宣布讲，学校内底有老师确诊，所以今日开始会改用远距离教学到4月初10。若老师甲员工即马是改踮厝内上班，嘛已经鼓励接触者去采检。另外，伫家人的中油大学嘛宣布有3个学生囡仔确诊，所以会停课停到4月初10。这嘛是家人的第4间学校传出疫情。继续关心家人的疫情，即卖也是真热力。昨昏新增加22个病例，拢是甲小食店群聚案有牵连。目前这个群聚案已经探获91个人。疫情指挥中心即卖有提出针对家人36万人做全民快筛，目前会先分快筛试剂予民众，予民众踮厝内先快筛，总共验出阳性，才安排 PCR 采检。医护人员正携手替来体检的民众采检，因为家人疫情摊开，准讲落雨，未少民众也是透早就来体检站采检。保护自己，保护大家。毕竟疫情现在可能也基隆比较多例嘛，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守护。看你怎么晒，像我们男生比他们比较厉害啊。因为我们家有小朋友。指挥中心宣布，家人要进行类普胎，民众无啥了解。不过家人疫情摊开，三日伊阁新增加22例确诊，拢是为银河卡拉 OK 规定小话，其中甲8大行业相关的部分阁增加8人，办学中介部分阁增加3个人，二线各店的部分阁新增加1个学生囡仔确诊。家人市建局少年队的副队长嘛确诊，他比较不容易主动出来进行这个筛检，所以我们就由警察局。还有包括民政单位，我们到户去进行拜访，然后也要求请他们出来进行筛检。因为该队在疫情发生之初即采取这个分流办公，不影响本市学生及校园治安工作。家人严重疫情，陈时中宣布要类普胎。对这件代志，卫福部医学会执行长王必成是讲，就是以家人36万人做快筛对象，发快筛试剂，予民众家己检验，若是阳性，再用 PCR 采检，看是不是确诊。我们的所有的基隆市市民为母体来看，那我们看能够发多少，那大家领回去多少，实际上做多少。好，那所以没有说
这个强制一定要做，但是希望大家都尽量去配合。应该是要以自愿为主，然后组织性的一个安排为辅，也不应该是一个强制性的。家人实施类普胎，引起是毋是改变指挥中心较早无愿意全面普胎做法？对这代志，林佑昌是讲，即马真侪民众拢已经做过3期疫苗，甲去年无做疫苗的情况无共，无需要想做伙。也强调对于胎检的范围安全发送汇报这个施行细节，会甲指挥中心讨论了后宣布。记者综合报道。昨咱国内新增加87个本土病例，伫新北市是占27例。新北市长侯友宜即马是建议中央爱有做第4档预防性的规划。啊，若伫台北市昨昏是加8例，即马台北市长郭文铁同亚讲，伊唱歌无挂喙暗。台北市卫生局讲会甲市长开罚单。国内新冠本土疫情阁举起来，上北几啊间学校传出有学生确诊。国内31新增加87个确诊病例，有27个伫新北市。市府表示，有7个人算是新增加的确诊者，其中伫新北中和某一间公寓，959个人采检的结果出来，拢总新增加5个阳性的个案 ，CT 值上加干那13.86。另外2个是伫树林的某一间科技厂附近的超商店员，暗号23395甲23396，因为甲确诊者伫三峡的行踪有订他煞来确诊，后来阁话互因朋友。另外，居家隔离阴性转阳性的有14例，居家隔离的期间采检阳性有6例。面对 Omicron 各变种的 BA.2 病毒，因为卫团的速度是阁较紧，侯友宜提出做第4档疫苗的规划。不但鼓励第3剂来打，那我也希望规划第4剂，准备来做好更多的保护力。咱那台北市是新增加8个本土病例，8大行政区拢有。包括大安、中正、上山、甲中山区拢有，拢是做伙大的亲人感染。咱也伫个网界暗号23390，捌去台中参加朋友的婚礼，因为亲人住院有陪病的需求，伫个入院进前做采检，快筛是阴性，毋过30 PCR 是验出阳性。咱也伫个树林的暗号23495，目前还咧做疫调。另外，文山区某一间大学学生嘛确诊，相关单位接到通报了后，随做环境的消毒。顶一日，台北市长郭文哲公开讲，伊无遵守防疫规定，无挂喙暗唱歌，是互大家骂假。台北市卫生局嘛证实，会甲市长罚3000块以上，1500块以下罚款。咱若详细的金额，爱等确认这个事件的日期甲时间，才会当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大陆冷气团入南，北部、东北部会转淡冷。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敢若13度1。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东北季风增强，伫这方面会落雨，温度嘛下降，会转做淡冷。台南以北、东部、东南部，还有外岛有强阵风，风影嘛较大。气象局早起毛发布强风特报，若各地温度会愈来愈低。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敢若13度1。日时的高温嘛，敢若16度至18度尔。明仔清明连假头一天是大陆冷气团上强的时，中部以北春无14度。若明仔后日2天，受华南喷雨区影响，各地拢会落雨，尤其北部、东部落雨的时间会较长，雨嘛较粗。若连假尾2天，后礼拜1甲后礼拜2，冷气团会减弱，水汽会减少，西半部会转做侪云到好天，东半部的雨水嘛较减，各地温度拢会回升。来关心台铁德鲁固自强号去年即卡岛发生败马意外，造成严重的伤亡。事故得要满1冬啊！交通部即马是决定台铁爱赔予所有罹难者家属1亿5千万。交通部长王国材伊是强调讲，台铁做毋到代志，就爱承担。台铁德鲁固自强号的事故造成严重的伤亡，每一个罹难者，伊的家属会当领到台铁上千万的赔偿金。伫个交通部几个界协商了后，双方达成共识。即马事故发生要1年，交通部决定台铁局爱付予全体罹难者家属协助台铁安全解决特别金，超过1亿5千万。那现在会有一个事故家属协助台铁安全改革的特别金，不以这种惩罚性这个名词哈，是以这个特别慰助金，然后它也是为了协助台铁安全改革的一笔预算。部长王国材回应家属的诉求，把这条预算定做是协助对台铁的安全解决。不过看伫罹难者家属的眼内，碰搁较侪钱，往生的亲人嘛袂搁转来啊。敢若希望台铁透过这个定发性的赔偿，会当学着教训，改善消极的态度。
给付总金额是1.5亿的一个惩罚性的赔偿。台铁得要在每一次事故付的比一次还要多，并不是说每个家属可以分到多少钱或这样的概念。我们其实很希望做到的是，让台铁知道，你其实要引以为戒。事故发生了后，家属来回奔波，甲行政院长苏贞昌、交通部长王国材等人几届见面，协商要10届了后，改革的诉求总算有进展。事故的车厢已经有保留起来，代替组织的改造有进度。不过诉求建立外部官方监督机制部分，目前是还未得到回应。接续嘛持续打拼，要互代替这个老牌子经过这个事件了后，好好落实安全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在关心为着要减轻咧税厝的民众因的经济负担，行政院昨昏是通过300亿要扩大厝税补贴毛放令申请的标准，会对即卖的12万户提悬到50万户。也毋过有侪厝卡是认为讲，这个好康可能是看有食无，因为准讲厝头家唔配合，嘛是无法度清。路人四界拢会当看到税厝的广告，因为想要买厝是真无简单。未少民众敢会当升税厝，行政院30日提出二读，通过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的专案。未来将由营建署的账户直接拨款到所有的承租户的账户名下。目前补贴的金额是2000至8000块，未来只要符合4大族群的资格，租金的补贴会增加。以新北市做例，35岁以下还未结婚的少年人，补贴金加1.2倍，原本会当领2400，即马提悬到2880。结婚2年来翁仔某是加1.3倍，为4000块变做5200。若是有未成年囝儿逝世的家庭，嘛会以囡仔人数有无共款的补助，有1.4倍、1.6倍，还有1.8倍。另外，经济弱势的家庭是1.4倍，社会弱势嘛有1.2倍。我觉得就那个条件，然后加上房东的意愿上来讲的话，也不一定可以申请到，所以这方面的话，就还要再跟房东沟通，不一定有帮助。中央毋若扩大税厝的补贴，进前主体法嘛完成修法，厝主租金所得的免税额，一房一个月提悬到15000块，房屋税甲地价税税率比较自用主体。毋过补贴搁较哪济，也是有税厝的人烦恼讲，厝主可能会因为加房加扣税，拒绝配合申报。隔间亚套房的包租公，或者是对于多元收入、年收入比较高集聚的房东，这2类的房东，他可能就不适合，他不愿意来申报。长期推动居住正义的民间团体认为讲，未少厝主要是保持观察的态度，有的手头有几个间厝的厝主，意愿可能会搁较低。即马新的政策已经决定，按照7月份开放申请，敢真正会当降低民众税厝的负担，效果啥款，外界拢真关注。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辛苦讲头一届大学申请第1阶段申请入学昨昏公布结果啊，因为学测数学 A 今年是真歹写，所以分数降低。有咧看这科咧招生的第2类组、第3类组的科系，一困头就60几分。台大医学系第1阶段58几分就通去面试，分数嘛创下历史新高。在关心自由时报，咱台湾乒乓的选手世界排名第1的林昀儒甲郑怡静，昨昏伫 WTT 挑战赛渡下站混合双打决赛，输予世界排名第3的法国组合，摕到银牌。来看中国时报。桃园大潭电厂发生泰国移工的军事案，即马也搁咧谈，可能范围就要继续扩大。原本是按算讲6月底会当完工的8号机，即马确定无法度照进度来完工。加上进前，新桃电厂伫9月底时有导火烧，也无法度发电，备转用量减2.8%。今年热天供电会真暗，会较硬斗。继续关心疫情，台中食喜酒的群聚案，即马嘛继续咧传，昨昏个新增加9例，因为办结婚的这间餐厅无做好实联制，嘛会去互市府罚15000块。这个群聚案即马嘛拖到金门，有民众登去到金门了后验出阳性。台中歌剧院食喜酒群聚案愈加愈大，33个确诊，31个增加9个确诊。台中市府紧急开记者会，确诊者当中有1名是台中人，其他是伫上北基隆、高雄、台东甲金门。因为喜酒结束了后，3个外县市确诊者住伫台中鸟日子甲林酒店，2间业者也停业1天。
分别是有一名23277，他是住在09店，另外有2名23266、23268，这2位呢是住在台中鸟日子饭店。那市政府已经立即要求这2家旅宿业者要休业1天，落实清消。市府公布，食喜酒接触者184人，包含人客148人，36名工作人员。除了7人联络当中，其他已经居家隔离，目前52人采检阴性。另外，地点是国家歌剧院，为30开始闭馆3天。另外，餐厅业者无落实实联制登记，依法挨罚100,000。台中食喜酒群聚案拓开，金门县政府30接到通知，原来这20大会10人是23至77个接触者，经过PCR采检了后确诊。追踪伊的行踪，3月24到台湾本岛一日去台中食喜酒，29时节日前班机为台北登来到金门。总共控业的居家隔离24人，包含接机者以及飞机上前后2排的乘客，除1人返台之外，其他的23位全部都已经接受 PCR 的采检，入住防疫旅馆来做隔离。23个接触者初步采检是阴性，这确诊个案已经在金门病院负压隔离病房观察。因为去吃喜酒的人真多，台中市卫生局针对3月26至7有进出相关场所民众，也超过36000笔的细胞检讯，也请民众自主检测，希望阻止疫情继续扩开。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上要紧，加上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4亿8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16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239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23393例。中国的病例无包括香港，是超过14万例；日本超过665万例，韩国是超过12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81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29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100万例，法国是超过2500万例。来关心，因为欠能源加上经济歹，斯里兰卡的政府是同意讲要伫全国昨昏停电停13点钟。那今仔日阁会停电停12点钟，话无电就无电，这是引起民众不满，出来抗议，嘛甲警方发生冲突。斯里兰卡是爆发经济危机，民众已经规巴倒火啊，出来抗议，阁演变做暴力事件，因为抗议者放火烧车，嘛甲警方发生冲突。斯里兰卡目前经济真歹，药啊、能源、肥料、牛奶粉，啥物拢在欠。斯里兰卡有40%的电力是靠水力发电。毋过，即马无米减润话，佮可换无法度发电，地区政府也无钱去买能源啊，宣布讲大家无得轮流停电，这是引起当地人不满。来关心俄罗斯总统普廷昨昏是宣布，无友善的国家无必用卢布来交易，安尼就无必买，会停止对这个国家出口天然气。德国甲法国拢表示讲，严格合约顶头白纸写乌字，就讲用欧元乃使无照片照行，用政治恐吓的。那这场战争拍超过1月1日，俄罗斯即马宣布讲会先停火停1天，开放人道走廊，互百姓先离开。乌克兰第2大城哈尔科夫前线萨尔季卡夫30日报告军的飞弹攻击，攻击当地甲附近一个上大住地区，3-4万民众天然气的供线被切断，还佫造成大火，几60间店被烧害去。即天，俄罗斯总统普廷也正式签公文，实施顶礼拜伊讲的，无优先的国家买天然气要用卢布付钱。Сегодня мною подписан указ, который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т правила торговли российским природным газом с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ми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Именно с этих счетов будет вестись оплата газа, поставленного начиная с завтрашнего дня, с 1 апреля текущего года. 普廷的理由是因为欧盟国家违反国际法，冻结俄国央行的外汇卢比，才要求用卢布付钱。也甲德国总理肖兹讲，安尼无违反合约。德国的应变计划是，有必要就轮流供电。Je vous confirme que les contrats en euros doivent être payés en euros et seront payés
en euros. Klar ist aber, dass es für uns keine Form von politischer Erpressung geben kann. 这天，俄罗斯宣布马里坡停火，和平民撤离。45台载着人道救援物资的巴士赶往马里坡，撤出受困的平民。不过，大家对俄国停火讲法拢真怀疑。目前马里坡还有17万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个比利时国会视讯演讲的时阵讲，马里坡已经被围城4礼拜外，俄军关闭所有的通道，连海上的通道也拢切断。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昨昏是下令要求讲，即马逐工爱提出100万桶油，会进行连续半年6个月。即马嘛要求石油公司爱提悬产量、提悬供应量。这是美国史上上大规模投放出战备用油，国际油价随大落。那因为这场战争也未收煞，欧洲的一寡股市昨昏拢受乌，美国股市嘛同款。俄战争造成国际油价一直起，美国总统拜登30日下令启动美国紧急石油储备中规模上大释出，自5月开始，一天释出100万桶。Today, I'm authorizing the release of 1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for the next 6 months, over 180 million barrels for the from the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This is a wartime bridge to increase oil supply until production ramps up later this year. And it is by far the largest release of our national reserve in our history. 路透社报道，1亿8千万桶原油，差不多是全世界2天的需求量，也是华府过去半年第3遍动用战略石油。拜登也希望国会通过法规，对做公有地，不过无实际生产能源的石油加天然气公司罚款。不过分析师正反意见无同。Our belief is that it will be beneficial to consumers because now we will see a reduction in gasoline prices. It should be beneficial to GDP growth. But in terms of the big supply-demand function, no, it's not terribly important. Symbolic, yes. Substantive, much less so. 国际油价得到这个消息大波，西德州中级原油5月交挂价跌7%，到1桶100.28块美金；北海布伦特原油跌4.8%，一桶107.91美金。不过，欧洲主要股市30日拢是乌，主要是因为俄乌停火谈判无进展。美国股市也是以下半结束今年第一季。And historically, whenever you've had a very weak first quarter, you end up with a positive second quarter. On average, the market has risen 2 out of every 3 years, and the average increase has been 4.8%. 就算今年第一季是2战以来上歹的20季之一，不过分析师依然真乐观，认为联准会这回也当亲像1994年同款，安全度过危机。公司新闻张伟廉、张建光编译。俄罗斯拍乌克兰已经超过1个月，目前边仔波兰已经有收容超过200万的乌克兰难民。因的地方政府嘛开始在进行安置计划，有先提供电子户证号码给这难民，这等于就是临时的身份证，会当去银行开口座，会当去申请救助金。目前嘛大约有50万人完成登记。有电子户证号码，方便波兰民政系统识别居留者的身份，关系后续一堆行政作业加社会福利，所以赶紧登记的速度是目前各县市政府准备中长期应用难民赶紧爱做的目标。亲像伫附近首都华沙的格罗季斯克关，说难民身份处佮安排会晓乌克兰话的专门人员来服务乌克兰人。Pomagam osobom i uchodźcom z Ukrainy robić tłumaczenia, wypełniać ankiety, przekierowuję ich do różnych miejsc, gdzie szukają pomocy, gdzie mogą tą pomoc uzyskać. 具体来讲，有政府乌克兰难民应申请300宝贝学生台票2000元，一次性经济救济金，了后应正式互囡仔去读册，开银行户头，找头路领薪水，而且申请健保加2个月以上的定期居留，拢用得到。Najczęstszymi pytaniami pojawiającymi się ze strony obywateli Ukrainy są to pytania o nadanie numeru PESEL, o świadczenia przysługujące tym obywatelom, o możliwość zakwaterowania. 到底波兰难民为首都等大都市向外徙移，地方政府重要任务，也有伫中小界处主为临时借贷协助到较长时间的税处或者是安置。
I my ich zaczynamy tak troszeczkę traktować jak naszą rodzinę. Także to jest dla nas bardzo emocjonalne, to co my w tej chwili robimy. 根据地方政府统计，中国月2日俄乌战争爆发第2天了后，开始有难民刷入来。总共到即马有1200人，大部分是菲律宾人带囡仔。因讲是战争1个月之内，就互当地乌克兰居民数量增加1倍。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昏伫比利时国会进行视讯演说，伊讲乌克兰的和平是比俄罗斯的天然气价选择还佫较珍贵。来看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传出去为着新型冠状病毒，镜头是轻轻啊尔，目前已经踮厝内的办公，要搁一定一天才甲美国总统拜登有做伙开会。来关心针对今日邀请咱台湾加入印太的经济格局。美国的贸易代表戴琪甲大拢无讲明，这是引起美国的联邦参议员批评甲不满。来关心国发会，咱的国发会有发表2050年净零排碳的目标，是希望讲会当伫2050年的时，咱的再生能源达到70%。也毋过环保团体认为，在内底还有27%的火力发电比例也是伤悬。啊，那运输的部分嘛批评讲，无看到大众运输的能源转型。国家发展委员会30提出台湾实行2050年净零排放的策略，未来要用6成多的再生能源，1成氢能，加上27%的火力发电搭配碳捕集技术做发电的主体。但是环保团体3一表示，碳捕集技术也有无确定性，还有其他的配套措施来明定火力发电退场机制。因为它成本跟技术不确定性比较高，它如果研发出来一些产业部分，它可能还是需要一些热能的部分，用 CCUS 去帮助产业减排。那你能源的部分还是尽可能用可再生能源。现在27% 的火力，第一个就是不知道里面多少是燃煤。那再来说，27%还是比国际上在谈这个可能火力整体都要降到10%以下，甚至更低的这样的一个占比来说，还是过高。另外，环保团体也指出，国发会策略对后龄产业的转型计划也阁无够，在运输的部分，较看重电动汽车的推广，促进民众使用大众运输的计划需要阁进步。环团建议未来规划右路策略的时，应该要加强甲社会的对话。在过往1年多的时程里面的话，我们大概只有7次的那个对话会议，而且这7次的对话会议来讲的话，都是针对不同主题。公布前2周的时候，环保署啊，或者是其他的部会有办一些对话的会议，但那时候是我们才看到是说那个路径的那个。的初稿，但是跟昨天公布的那个版本来讲的话，其实是有蛮大的一个落差。环团讲，过去的会议拢欠缺长久有效的对话，呼吁改善。国发会针对这点也无提出正式的回应，但是表示伫所落来的立法院议会、公听会等等，拢也有机会会使收集各界意见。记者郭文郑派文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高雄伫3月30日停电停2届，其中凤山有900多户，从下晡熄电一直到暗时10点电才来，停电停9点钟，真侪店头拢无法度做生意，嘛有超商讲因的损失超过40万。即马当地里长讲要协助民众讨赔偿。超市放肉品的冰厨以及空啊，员工透早赶紧补货，因为凤山这间连锁超市30下晡2点熊熄电，一直到暗时10点外才有电。店长讲，真侪肉品甲牛奶拢坏去啊！你看这个遮物件拢是保鲜的，基本上阮昨已经甲所有的肉品、牛奶，互个拢收掉去啊，佮拢下掉去啊，全部停铺。熄电9点钟，超市高算损失40万，对面一排店头嘛拢无法度做生意。关起啊，无要怎做啊，无风无啥也袂做一个，敢属手动的啊。凤山区拢总945户熄电，原来是路口水利局施工，无抽治切断高压电线。高雄这月初才大熄电，想袂到这摆停电搁较久。当地里长协助超市要求赔偿，包商已经表示愿意负责。其实停电拢是人为啦，你若嘛唔知影讲，他这次为什么才限我多甲迄个10几条迄个电线，拢啊切掉去？因为照你讲施工，咱有施工图嘛。凤山停电是施工造成，想袂到30暗时，昨夜嘛有400多户熄电。这摆是台电变电所线路故障，加在抢修了已经复电。记者邓家文、刘伟做高雄报道。
地方上头，咱镜头咧来台南南华夜西部国校啊，伫学校饲大囡仔做有机肥，结合教学课程，互学生用有机肥来种菜、做实验嘛做观察。另外，学生家己种的菜，中昼顿可以当摕来加菜，食家己种的加较有滋味。台南南华西部国小利用喷甲果子皮等等的物件，淋伫土地，伫学校饲动物仔来产生有机肥。要互学生学会晓观察、甲了解动物的生态，互大自然的资源循环再利用。为什么要用蚯蚓便便？为了让蔬菜长得更好。今天所摘的蔬菜要做什么用？要拿去中午炒菜来吃。这动物仔产生有机肥了后，会用来改良土肉，互土肉变较营养。结合教学的课程来种菜，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压水甲照顾了后。菜色生了水，水分搁拔甜，大家是都感觉真心实。这一箱里面它没有加那个，就是没有印刷的纸张。那第二箱呢是有加印刷的纸张，我们让小朋友去比较说，有加了纸张的这个蚯蚓是不是能够增加它的纤维质？透过实作的课程，让小朋友能够去日常生活去观察，那也能够让小朋友了解蚯蚓对大地的一个贡献。西部国小的校长表示，因用饲动物仔做有机肥，让学生了解有机农业的做法，在种菜过程当中，体会用心照顾菜地水，有打拼才会有美丽成果的道理。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屏东雾台乡的新山水墙，伫去年开始有规划做自然人文生态区。要进入水墙，要去看，就爱申请、爱登记，而且是由部落的人来带来导览。雾台乡公所伫3月份的时，嘛有推出一寡旅游行程，要互游客接近山林，嘛认捌老凯族的文化。清气的流水为山谷中间流落来。水面因为日头光的照射，看起来金细细，袂输是美丽的泉石。伫咧屏东雾台乡的新山水墙，就亲像是大自然中的仙境，生态非常丰富，四周围的水汽嘛真高，所形成的负离子对健康真有帮助。因为它的瀑布有非常多的水，所以呢会造成这个环境的湿度很高，对我们的人体吸收或者是这个负离子的释放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详细甲看新山水墙的步道，甲鲁凯族的石板厝是用同款的建材，路途当中会经过一个用塑压白的吊桥，行伫顶面是真刺激嘛真趣味。雾台乡公所推出新山森林浴游程。和更较侪人会当熟悉这个美丽的所在。它具有这个文化上的意义，那更重要的是整个生态，它的这个资源非常的完整。透过部落的经过训练的解说员，然后将这个作为一个合理的开发，然后永续经营。我们是推动一个游程的部分，是我们深山瀑布。一个游程，让游客进来，可以吸收到满满的健康。虽然这个位的山势较悬，不过沿路的步道经过湿地了后，拢变了真好行，会当当作是运动，也会使放轻松散步，实在真适合来一撮简单的旅行。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发布部的统计，行歹路的少年家进入少年观护所，每一档平均有3300个人。这侪少年家离开了后，因的工课甲生活拢会出问题。伫台北就有一间咖啡厅是由精神少年关怀协会开的，希望会当帮暂这少年家伫社会徛起。明仔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节目，要带乡亲来看这少年家的故事。伫台北行天宫附近的巷仔内有一间咖啡厅，对透早10点大家来到店来上班，就开始有做未了的势头。但是这间咖啡厅员工的身份无啥同款，是有司法问题的少年家才来这吃头路。那时候我大概国中毕业的时候，因为吃药，然后被抓进少管所，我爸会打我，然后我就半夜偷跑出去啊，就好几天都不回来啊。苗苗是这间店的总铺师，回想到过去是一段飘浪无奈的日子。
伫少管所内底，苗苗嘛是经成少年关怀协会辅导对象。伫伊离开少管所以后，协会主任也是真关心伊，嘛因为安尼，互伊有改变未来人生的机会。犯错就是他们最不可爱的时候，就是他们最需要爱的时候，或是他就是有一个酗酒的父亲，或是会家暴的母亲。那其实这个孩子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为了求生存，他才要出去。那就是在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可以给他就是陪着他们找到一些未来的方向。会来到这的少年家，大部分拢有司法背景，为着要互因伫未来找头路会当顺顺利利，伫这嘛会做侪职业的技术训练。自己可以出餐做给客人，也可以在这里就是学习其他很多的东西，也可以自己就是研发菜色，然后做出来的话给客人吃，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在这里上班，就是同事都很好啊，然后就是每天也都会关心啊，就相处得很好，我就很喜欢。真侪司法问题的少年家，因为家庭功能无遐好，个性无自信，嘛因为有案件的负担，要找头路，定会碰壁。但是每一个人难免会有犯错的时，咱的社会需要用更较侪爱来包容甲理解，或者少年家有机会找到家己的人生路。记者卢尚如、林建如台北市报道。马祖正重视光害，2021年的时，临港县有通过咱台湾头一个有自治条例来管制光害更污染。即马呢，因阁想要伫咧这个月底，伫北港设台湾第2座国际暗空公园。预计上岛前，其实1个礼拜就要密切关注，因为马祖是海岛，所以天天的变化非常的大。来来去去，伫咧网络观察月娘，看海洋的关度，又搁爱看天气、云、高、夜报。从它的高、中、低3个不同高度的云蔽率来看，说今晚是不是有可能是会有良好、晴朗无云的天气。要去到大坵岛收集天气资料进前，爱做足侪功课，爱提早报备，也着看天公伯的目色。3月27暗，军队马祖大坵岛暗空公园计划协同主持人，今年30岁黄开阳，对北港顺利去到大坵岛，用2点多钟的时间，加强受8个所在翕拍30张的天气观测相片。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源强度下，大概是19，快靠近20。对，那一般来讲会希望标准是到21.22。黄开阳讲，希望乌音唔过光害少，用星空品质机器测到的结果算袂歹，显示中国渔船夜间掠鱼光害的情况有改善。唔过要达到国际暗空协会认证，平均的升点要达到21.22。北港的路灯设备也着爱改良，目前已减50%的光线，达到第1阶段减光做目标，希望拼今年4月份通过国际认证。以我大陆人来讲的话，当然是希望推得动啊，对不对？总是多一项资源嘛，就多一个吸引人的那个诱因嘛。未来呢，真的成为暗空公园的话，它具体在法律上面就可以在大邱刚才有桥梁建好以后，我们可以透过光害的管制办法，然后让整个岛上在做观光油气的开发同时，也能确保还能保有这样子一片美丽的星空。大坵岛伫咧1992年结束战地政务了后，这几年真多煤灰绿的天下，加上无人带，马祖特有种珠江、火金菇也伫咧这生团。马祖风景管理处表示，希望疫情等好，邀请美国 IDA 委员亲身勘验，和大坵岛伫咧合环山了后，真做台湾第2座、东亚第5座的国际暗空公园。委员会使来。我相信应该做顺利的，我们会使摕到认证，能唤起对岸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环境，能够重视。临港县政府即马当伫咧规划对北港到大坵岛起一条桥，促进当地发展。风管处强调，一切以保护大坵岛的生态、自然资源为优先，也期待大坵岛有天星最派岛屿特色，良早善用到国际。记者阿敏珍、丁玉思马祖报道。
另外消息，咱镜头来嘉义，为着要配合铁路高架化工程，嘉义即卖有3个车头要改建，希望会当整合交通，带动发展。31载是交通部铁路局伫嘉义车站边啊举办动土典礼。除了嘉义火车站、甲嘉北车站要开始进行高架化的工程，已经裁撤19档的北回规线车站，嘛宣布要来复站。铁道局来配合嘉义市政府，还有这个台铁局来进行整体的车站的一个规划，把交通做一个整合，进行都市计划的一个更新。另外，文化的很重要，也要跟它保留下来。19年到现在复站的结果啊，会带动地区的一个新的发展，那也让大家来享受这个景观。3个车站施工的经费计共是71.2亿，嘉义车站旧站嘛会保留落来，正做成旧共存的车站。今仔日来参加的嘉义县市政府，嘛拢向交通部反映经费的问题，希望中央会当补助。嘉义市的铁路高架化，嘉义市零负担，这是中央对嘉义市民的承诺。所以嘉义市民也是希望中央会当兑现承诺。铁路高架后所带来嘉义市的这个改变，呢，我相信对于都市的发展、民众的生活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交通部另外阁指出，嘉义县太保的高铁甲嘉义市火车站连接的轻轨，当初已经有规划路线，未来就是爱看嘉义县市民众使用大众运输的情况，会豆豆来调整甲建设。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新北市邦桥放送所是日本时代的公部建筑，嘛是市定古迹。即卖有剧团在经营，市府是表示讲，希望会当透过古迹活化，互日本团体伫在地定根。台顶伫咧表演的是武雄拍虎，也代表有名的京剧团当代团旗要进驻市定古迹邦桥放送所。这也是艺文团体参与新北市古迹营运的第一件，创造一个科技艺术空间。这个虚实相生的这个空间里面，到底要给什么？那我们正好，我们艺文团队经营了36年啊，当代传言剧场有很多的东西方的文学经典，可以跟科技做结合。当代团旗讲，伫咧过去文创园区大部分拢是商业团体。希望艺文团体来经营，唔那是和传统文化结合古迹，也希望会让融入社区。新北市政府讲，邦桥放送所伫104年订立做市定古迹，对于活化的整理到开放民众使用，到去年进行第2期本地修复，总经费6000多万，希望和老建筑有新的生命。那主体工程的部分，我们在今年的8月就即将完工。那希望在明年6月，我们就可以全面性的一个开放，让市民来参与。新北市政府讲，这回开线来了，未来古迹的活化也当比较办理。当代团旗也讲，按算4栋建筑物的规划讲座、剧场一个排练场，希望传统艺术的推广也当愈来愈现代化。记者综合报道。那即阵游灯会豆豆咧开花啊，白是水甲。新竹县有邀请艺术家去学校用游灯会做主题举办艺术展览，佮有互动的体验装置，互民众透过科技，唔免去山顶，即马嘛会当看花。游灯会对顶头慢慢落落来，徛伫下骹感觉真趣味。佮有利用手机啊。透过 QR code， 就使甲水当当的游灯会做伙翕相。在桐花季的时候，其实最开心的就是置身于这个漫天飞雪般的桐花。那有的时候因为距离的关系，因为疫情的关系，没办法到山里面去体验哦，所以我们的学生特别做了这样的一个体感互动哦。游灯会主题展览是以玻璃、工艺、科技等等多项手法，将灯会意象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艺术家用不同的手法创作出对灯会的印象。透过艺术家的桐花作品，然后用互动的方式体验，让大家浪漫的在一个 AR 的体验装置沉浸式感受，去呈现桐花在
氛围上面的一个营造。我们期待呢，在目前桐花还没有盛开之前，邀请大家先来到我们的美术馆，新竹县的美术馆呢，来参观我们的桐花。那我们这一次呢，5位艺术家各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桐花的意涵。透过艺术家的作品，民众对游桐花有更加多无同款的体验。县政府希望大家做伙来亲身感受5月4。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再去看世界，咱镜头来西班牙。西班牙人口较少的加利西亚自地区，为着要城人去遐住，决定把一寡无咧住的厝、帮咧用的土地，全拢摕出来卖，而且价小阁真俗，这是比英国、荷兰一寡西欧的国家也阁较俗。俗价才是为啥一群人搬去遐。伫咧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自治区面临着3大问题：失业率高、囡仔生了少，甲人口老化。少年人为着讨趁，拢搬到外地，互即个自治区有3500外的村拢无人。自细汉伫咧西班牙大汉，父母分别来自荷兰甲英国的克雷格姊妹仔2个人，就伫卢戈买地，成立马术训练中心。I do have a house in the south of Spain in Andalusia. And it's very hot there, and I wanted something the contrary. And Galicia, it reminds me a lot of the sea. It's very calm, it's very green. You just come to peace. The people are very lovely here, so I think this is a very, very nice place to retire. Even though obviously I'm not going to completely retire because we have this project together. 因姊妹仔2个人会来遮开马术中心。除了因正介意加利西亚的海华以外，也是因为这的地正俗。So basically, being half Dutch, half English, and lived here most of our life, we can compare. And the fact is that in neither England or Holland you can buy as much property for the price that you have here. 为着要吸引少年人来，加利西亚当局甲无人住的厝、基础建设，也有土地，全部拢提到市场上来卖。像卢戈市，因建造一个数位平台，把所有放伫咧远的农村的资料，拢放伫咧网络顶，互销售速度较紧，也促进地方的复兴。El 75-80% de nuestros clientes son extranjeros, de todas las partes del mundo vienen. Lo que suelen buscar en función de su perfil, buscan desde vivir en un entorno pequeñito con su familia haciendo un cambio de vida. Vienen matrimonios más jóvenes también que lo que buscan es, además de vivir, hacer de ello una forma de negocio. 加利西亚自治政府一个对卖历史会历，譬如讲真有名的朝圣之路圣地亚哥地区产业的人，提供补助金来修理，不过有资格限制，就要你以后都永远住伫咧遮，而且是合法的西班牙或者是欧盟的居民。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顶一日奥斯卡颁奖典礼顶头发生扇喙皮风波，当时是咧颁最佳纪录片，不过到底尾也是倒一支片得奖，已经无人咧关心，因为大家拢在讨论扇喙皮这件代志。即马特别小解乡亲知影，今年摕到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影片，这出纪录片的主题是咧讲讨论南韩偷袭的乱象，导演是望改变这款变态文化，互南韩的女性唔免阁受惊吓。上公共便所时阵，爱4月小看卖咧；爬楼梯时阵，群爱用手小刺一个，厝内卡电也赶紧扭起来。这寡南韩的女性拢是惊被偷袭。 불법 촬영 문제가 이렇게 커지기 전까지는 그냥 그럴 수도 있는 거? 그게 범죄라는 인식은 당연히 없었을 뿐더러 그냥 되게 자연스러운 남자니까 하는 뭐 그런 생각들이 되게 많았던 것 같아요. 南韩偷袭的现象正严重。打开快门这部片的导演，因为伊有一位女性的朋友，伫咧因兜22层楼被人偷袭，决定要拍这部纪录片。 지우님이 그때 뭐라고 했냐면 사건 한두 달 뒤에 저한테 연락이 와서 we got to make this documentary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because I want to take the ownership of my story instead of just stay as a victim. 这部纪录片除了讲南韩变态偷袭文化，也讲到当地保守的法律制度甲厌女的现象。伫南韩被偷袭的人想要报案，无遐尼简单。 우리 그 메인 인터뷰가 두 분이잖아요. 지은님, 은수님인데 은수님 같은 경우는 불법 촬영 이후에 그 불법 촬영물이 온라인상에 유포까지 낸 상황이었기 때문에 굉장히 심각한 상황이었어요. 若是爱家己找证据，
警调伫咧侦查的过程也真无友善，精神上真痛苦。导演讲，虽然2018年南韩有Me Too运动，针对女性出来要求政府对偷袭加重处罚，但过社会改变的脚步也是相慢。伊希望这部纪录片会当互大家看到受害者，思考改变变态的偷袭文化，互女性唔免搁再担心受惊。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镜头来古巴的猪肉湾附近，这毛蟹最近当地年度大搬耍，因为疫情的关系，疫情咧团，即马有真侪人较罕尼出来行打，所以今年毛蟹数量是比英国加真侪。几若百万只毛蟹，甲规条车路是拢是目睭睭的毛蟹，因是要刷去海景啊生卵，带乡亲来看这个画面。一大群绿蟹慢慢穿过车路。古巴西部都市马坦扎斯最近出现绿蟹大军，民众开车经过，爱先用扫帚扫扫的才会当过去。Es una invasión lo que tienen los cangrejos y venimos con el aragán ahí para poder llegar. Vamos a ver si podemos llegar porque es mucho. 这绿蟹每年春雨开始对为森林向海湾耍鱼，数百万只集体耍鱼，场面真壮观。这2年数量阁是侪甲惊人。当地生态学家指出，这应该甲人类减少活动有关系。Esta densidad de cangrejos responde posiblemente al poco flujo de tránsito que hubo por el tema de la COVID, que el transporte se limitó bastante, la gente estuvo bastante tiempo en su casa y es muy probable que esto haya hecho que las poblaciones de cangrejos se hayan recuperado y por eso se ve una migración tan elevada en este momento. Es en todas las carreteras de Playa Larga hasta Girón. 不过，民众看到这样侪绿蟹反应无同，有游客感觉真趣味，旅业者所烦恼造成交通风险。Sinceramente non ne avevo mai visti. El cangrejo lo que hace es ayudar el turismo porque poncha los carros en la carretera. Entonces es menos clientes que tenemos. Nos afecta mucho. 民众原来用较细致，尽量唔通带着绿蟹，互因带到海边，伫这春天顺利用生态下一代。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天气报你知，今日受冷气团的影响，北部、东北部会转淡冷，愈晚愈寒。若明仔载是冷空气上强的时，中部以北低温剩无12度。若各地拢有机会会落雨，爱等到后礼拜一，冷空气减少，水汽减少，温度才会回升。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1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是18度，上悬有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是16度，上悬23度。外东的温度是13度至20度。咱就会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